Hello，我係 Shannon，歡迎嚟到 Shannon 畫室。今日我會教大家用3分鐘學識素描5大面。我啲學生成日問我 Miss 啊，啲素描點樣畫出嚟㗎？一啲都唔知道點樣先可以將幅畫畫到立體。其實好簡單嘅啫，我成日都講，只要揾到嗰個暗面同埋亮面，亦都要將個暗面分咗3個部分，你就可以好快速咁將一幅畫畫到立體。另外，如果你想畫得靚啲同埋要加分嘅情況下，要將個亮面亦都要精緻，同埋將佢啲絲條位畫得靚。其實呢兩個部分揾到出嚟，你已經完成咗幅畫嘅50%㗎啦。跟住我亦都將個課程裏邊最重要嘅一部分，點樣揾佢嘅明暗，喺下邊片裏面正式同大家講解啦。繼續，今日係會講解素描嘅基本用法。好，嗱，睇一睇素描咯。素描嘅情況下咧，我哋會有幾個步驟嘅，同時亦都有幾大面，一定要分析到。而家呢個係一個蘋果，蘋果裏邊咧，你要發現邊個係光面，邊個係暗面，呢個一定要知道嘅。咁點樣先分析到佢邊個係光面，邊個係暗面呢？嚟睇睇。好，嗱，暗面情況下有3個面一定要準備嘅。首先，我哋發覺暗暗地、黑黑地嘅地方，嗰個位置就叫做明暗交界線。明暗交界線，咩叫明暗交界線啊？原來暗面同亮面之間交界嘅地方係叫明暗交界線。呢個位置一定係要畫深少少喎。點解？呢個係一個好普通嘅蘋果，但係如果呢個係畫一個人，或者係畫間屋，或者畫任何嘢，只要你望到所有喺你面前出現嘅 3D 物體，一定會有明暗交界線，因為呢一個係真實存在嘅嘢嚟噶嘛。同時，明暗交界線隔離會有啲乜嘢啊？隔離會有一個叫反光嘅地方。反光嘅地方，任何物體一定會有反光。點解要咁樣講？因為嗱，例如我哋隻手，我哋間屋，我哋任何你見到嘅嘢，其實都有一個反光面嘅。如果你有曾經學過 3D Max， 我哋會有一個 reflection 嘅地方，你係見到，佢呢個地方係可以調嘅喎。咁呢個地方至少每樣嘢，就算佢唔係好反光，我哋都會調到0.01嘅。所以任何物體一定有一個反光面嘅，一定。所以咧，你可以諗下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影相嘅情況下咧，你會發覺啲人咧會拎住個反光板，跟住喺你塊面度咁樣托一托啊，咁會令到你暗面嘅地方會再白淨啲、提亮啲，咁樣係可以令到你暗嘅地方咧會更加突出你嘅面部輪廓啦。所以反光一定會有嘅。嗱，例如呢個蘋果，佢嘅反光面係我哋黃色部分。咁點解會有反光？因為佢有隻碟佢係陶瓷做嘅。燈光打落隻碟度，折射到落個蘋果度，呢個位一定會反光位。好，啱啱講咗暗面有3樣嘢組成嘅，明暗交界線、反光，仲有一個叫咩啊？一個叫做投影嘅地方。投影嘅地方，任何物體一定會有一個影嘅，一定會有影嘅。咁個物體嘅影係點樣睇㗎？你要知道，物體嘅影係根據物體嘅形狀嚟決定嘅喎，所以蘋果佢個影一定係圓形嘅，一定唔會正方形，唔會三角形，呢樣嘢一定要知道。好，啱啱講咗啦，明暗交界線、反光投影，呢個係暗面嘅。咁亮面有啲乜嘢啊？亮面佢會有一個叫光源面嘅嘢，光源面嘅嘢，佢係喺暗面度慢慢過渡去光源面嗰度。嗱，呢個叫光源面，一定要，如果畫素描嘅話，一定要輕；如果畫廣告彩嘅話，呢度一定要過渡自然，就係咁樣嚟，一步步咁樣將佢轉變由暗慢慢變成亮面，呢度一定要做到嘅。另外，亮面裏邊有一個白晒光殘殘嘅嘢，嗰粒叫咩啊？嗰粒叫高光，中文字叫高光。咁我哋呢個位，如果你畫畫嘅情況下，呢個位可以攞個擦膠輕輕地咁擦走去光源面，或者我哋呢個位置會留白嘅。所以記住，如果畫素描嘅話，首先一定要解決咗佢一個明暗嘅關係。暗面3個地方，明暗交界線、反光投影。如果解決咗呢樣嘢，呢幅畫100%會立體嘅。如果想加分或者想畫靚啲，亮面就係你一個高分項目啦。OK。